哦，用白的米芳，哟，用白的米芳，啊，这是06的呢。哦，06的啦吼。哦，新年好，新年用白的米芳啊。哦，你这个新年高岗哦，新年高岗的这东北角遮哦。哦，拜二诶，哦，拜二星期二早上拢伫遮。哦，来看这古早味的这爆米芳哦，66187啊，哦，你这算民族咯。哦，这新年高岗的民族路行这个乐利街十字路口遮，新年高岗的东北角遮，北营将军哦，新营王庙东济宫。哦，热府千岁北营将军亭的北边遮。哦。若要看迄爆米芳来遮。哦，呀，爆米芳啊！礼拜二啊，礼拜二上午在新营高峰的东北边，这边是算民族路，华安公庙同济宫北边北营将军，北营将军连公圣阁，北营将军亭北边这里。哦，爆米花爆米香，新营人呢。哦，爆米芳，爆米香。啊，你安尼出外底毋免电线咧，出外怎好要电线，这足无方便的哩。出外机器拢爱电啊啦。安尼这毋免用电线，要用电池就有够力咯。啊，这是几百伏特的就会当有够力啦。12伏特就有够力啦。哦，有够厉害，12伏特就有法度啊。这电池12伏特，哦，哎呀。啊，这永暗时电费有法度。哦，这个会报5.5。哦，啊，一包拢卖到100块的。5罩的、7罩的、8罩。70、80、100。哦，50、70、80、100。哦，啊，这家就好料的。哦，五谷的好料，都那几百的哦。哦，80的啦，80的好料，80的啦。哦，啊，搁这。通心面。哦，这通心面啦，通心面做有名的啦吼，啊，搁南的包啊，啊，搁做米芳安尼吼，真有创意的。这可能上贵的100块的。哦，这70的，啊，这吼，这搁南迄个芝麻的吼，搁南麻的外高的，哦，人家营养高头脑的好，真好哦。啊，这样有更100的无？哦，100一定毋知足济好料的。哦，搁有花生较贵啦，所以要100块。哦，哇，这50的较单纯的50的款啊，啊有70的，啊有80的，哦，我100的，我土豆的吼，赞啊！新年哈，新年用白的米芳哦，哦，来较骨力来高管的，食米芳，这拢素食的无要紧啊，哦，这种素食的无要紧啊，素食环保救地球啊，顾身体健康搁，哦，秋天食这真好，补疼元气。米喏，就是疼元气。哦，若个元气不足、中气不足的，就是爱有食米哦。食米饭你也看会当做工课做足久的。啊，若敢若食汤的，有粒伊无力哩。啊，这米就是补元气，米就是疼中气。哦，你若看食有饱，咱中气有足。哦，做工课当做足久的。哦，这米芳佫较好。啊，秋天哦，啊拄啊食这芳芳的爱食，佫食米芳。迄个疼元气、补元气，哦。中央无记土哦，补中央无记土，鼻土哦，补鼻土哦，鼻土若用身体就用哦。而且等要爆米芳爆，爱个压力爱偌济，咱知影要爆啊。无一定啊，看啥物爆啥物件，啊你拢无共。啊，这毋是拢敢爆米尔呢？啊，抑佫有土豆仔会爆去咯。土豆袂爆去啊。哦，土豆袂爆去。哦，土豆用咧炒尔。哦，紧嘞，哎，弹去到底啊！
要崩拢会坏，讲要崩啊哦。无人啊，无人我也无分比啊。哦，无人就免分比啊。哦，你啊看人这西瓜工一直个，哦，啊倒啊底啊甲套好势。哦，你举起铁你撬啥货？哦，要崩啊，大大声会翻咯。哦，哦，原来迄个是咧显挂啦，迄个铁仔是咧显挂。哦，迄内底压力足大，所以嘣足大声。哦，哎呀，大开眼界了吧？终于看到爆米香爆米香哦。哦，用迄个树楼啊，用迄个树会夯呢哦。哦，迄压力毋知偌大哩。哦吼吼。当个轮胎去压四十啊，这毋知偌济。哦，我这做米的款哦，啊毋是，做啥物米啊？通讲啊。哦，糙米上较有营养吼，维他命 B 哦。我若食素食的，较欠维他命 B 啊，食米芳这个糙米的吼，哦，有维他命 B，啊，佮爆米芳的吼，佮通讲好食补营养、补鼻土啊，听阮去啊。哦，新年用白米芳哦。哦，拜二啊，拜二。礼拜二哦，会知影到下晡5点半。哦，哎呀，这新年过工啊，新年过工，东北角遮哦，中民族路甲乐利街交叉路口、十字路口遮啊，要欣赏爆米芳，嘿嘿，要米芳哦，哎，渐的是要好，哈，好润滑。是要会好转的，互迄机器好转的啦，啊，迄算机油迄款哦。哦，沾车油就会使啊，哈哈，沾车油，迄两公斤嘛买呢，沾车油。哈哈，用小火燎烘的呢，用小火燎烘的。用火炒会大。哦，用火炒会大。啊，加迄个是较袂迄个烧气走的。风来。哦，哦，风来较袂重，迄甲树吹花去啊。对啊，足济学问的哩。啊，好，安尼学挂袂歹，安尼50个客一包。哎呀，50个米芳客一包。哦，啊，这装果是啥物糖？哦，袂记红糖。那红糖你兄袂记啊？还是袂记蓝红糖？拢做。哦，啊，木桥咧滚多久啊？爱滚多久啊？行甲功夫学了，你来歹势。哦，赞哦，人这做爱心的哦啊，米芳哦啊，食会听元气、补元气、中气较好哦，中央无记土哦。你啊看迄个精神的精，就是一味米，那个味青哦。所以这米芳是哦，健康优良食品哦，啊，佫会补充维他命 B 哦，做实的哦，较欠维他命 B 啊，这用糙米有维他命 B 啊，这爆米芳爆甲芳个够袂够嘛维他命 B 哦，补给营养啊，啊，肥土啦，保养身体就会健康啊。哎，中央无记土，东方甲木，西方天神金，南方正丁火，北方任贵水哦，啊，五脏啊，心肝脾是肾哦，啊，从顾鼻土开始哦，哦，啊，鼻土中气足啊，够吸收啊，啊，这食米芳bom这米芳这拄啊好好，真好，补鼻土的，哦，赞。哇，这个学问还来学啦！爆米芳的学问就是，哦，这糖啊，红糖加迄个糙米安尼，听甲滚，啊，即马迄爆米芳爆好诶，啊，佫有通心面啊经过爆米芳的机器工爆过，哦，爆甲安尼足好，好看，足好食，好吃安尼。哦，人永伯来传人啊吼，今年永伯啊，米芳的传人啊，第二代传人了吼，哦。哇！现场操作这个爆米芳啊，然后搅拌那个糖，搅拌糖跟麦芽。啊，电话加066187啊，新年还06啊6561187哦。哦，拜二再啊到下晡5点半哦。哦，这新年高峰哦，这好对，民族路啊。北营将军这旁边啊，民族路啊，乐利街交叉路口这边，
哦，可以来这边看看那个爆米香、爆米棒哦，还可以怎么煮那个糖跟麦芽包，然后搅拌，然后要把它铺平，然后要把它切块，要包在给，很便宜的，从一袋50块到100块的都有，100块有花生米，然后啊，还有乌骨米的嘞哦，哇，好料的嘞。哦，用这个压滚轴来压哈，压得很平啊，哦，哦，这个功夫好诶，刚才做，直直都爱做过来盘的哦，哦，不行厉害，直直做过来盘，哦，这哦，米饭哦，就是米哦，就听元气啦，精神的精就是有一字米啦，哦，所以哦，食这秋天食这米饭拄啊好吼。定保中气好，保鼻土，哦，鼻土来用哦，爱食光，食会起身哦，帮助五脏好生金了哦，啊金生水啊水生木啊木生火咧，哦啊火个生土安尼哦，五行相生安尼哦，所以中央无忌土，先顾地土，嘿。秋天凉凉啊，拄啊食爆米香拄啊好哦。哦，这个功夫都好咧，即马咧切到一块一块啊。哦，一盘都会当切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，啊6当搁乘以偌济安尼？9包的呢？哦，9宫格啦，较记9宫格的，谁都好记的啦。啊，连这个爆米香都有9宫格，哈哈哈。啊，很有创意啊！这样9包的呢？哦，啊，拢切落一块一块啊，切落好势安尼，那要煮要白白吼，都方便呢。哦，为客户着想，哎。哦，哦，卖鸡糕，哦，咱来欣赏这卖鸡糕，哦，赞的赞的，哦，哦，你有算斤重的呢？大约的，啊，毋是爱试有甜无？啊，迄个本来就足甜啊，毋免着足甜，毋免着足甜啊。有啦，毋免着遐甜啊，啊，着有甜甜安尼就好，足好食哩。哦，安尼卖鸡糕放了，放2丸都2斤有诶哦。较紧诶，较紧2斤，哦，较紧2斤诶，卖遐重。啊，伊敢卖比例啊？哦，啊个人个长辈爱传人讲，毋惊人学功夫呀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传统的爆米香的学问。哦，棒哦，他拄仔有听着吼，足大声。哦，哦，赞赞赞！哦，内行的，哦，拄仔好，青甲的，足青的烧。哦，赞赞赞，伊要爱食。哦，啊，这样爱后后吹要冷的呢。哦，所以最好凉一下，啊，袂底下然后黏做伙。哦，赞！啊，这一包偌济啊？这70。哦，这一包好了，因为哦，遮地豆啊咧，哦，70个。哦，伊即摆看时间，对对，70咧吼。70啦，好了，你看卖好。通心粉，唔是通心面。啊，搁迄无做啥物豆？哦，豌豆，哦。啊，你看人内行诶，人已经知影人来买啊，哦，咱这，哦，甲迄新娘哦永伯啊，吼，啊，高官啊，永伯啊第2代传人哦，你看，哦，哦，永伯啊第2代传人哦，迄爆米香，哦，辛苦哦，一日人爱大只做工课做足久诶呢吼，足骨力诶啊。这种拄啊好最佳搭配啊，2人组啊，就会当帮忙哦，哦，照顾大家的健康，提供美食，哎，健康美食，爆米香哦。啊，只有迄60块的无？50个。哦，啊，无先买50个。先买50个。
你也看人我咧录影，我很好买呢，真正用买啊！哦，米饭，根本来咧遮学迄个大米饭，学迄个学文，哦，赞赞赞！啊是讲才会知影偌久要崩啊！还有边，啊，还有压力小。啊，咱就是毋知影偌久要崩啊，毋知家己变都毋知要安怎变，用鼎炒敢有法度？无法度啦！啊，有压力，你有压力锅，才有法度崩。哦，要有压力锅诶，这是啊，这是。诶，哦，迄糙米嘛足好诶，啥物？糙米啊。啊，人咧买了，等下会使用。人迄点落回无哪咧卖糙米，等下会使用。啊，毋免洗互淡啦吼。啊，洗了袂崩一下吼，即个学问来知影。糙米买来吼，啊，毋通洗了，洗了袂崩去咯。哦，